大家好，我係資深營養學家阿蓮。好多人問我，明明瞓咗成晚都仲好攰，又或者經常多夢易醒，甚至出現失眠。其實呢啲睡眠問題都係同深層睡眠不足有關㗎。根據調查顯示，香港有接近一半嘅人有失眠症狀，而影響睡眠嘅原因好多，包括臨瞓前玩手機受藍光影響，平時飲太多咖啡或飲酒都會令深層睡眠減少。其次係有慢性疾病，例如哮喘啦、心臟病、睡眠障礙等等，仲有最多人忽略嘅心理因素，例如平日工作壓力大、情緒緊張、焦慮咧，都會影響睡眠質素。另外，缺少運動或者年紀大咗，都會容易瞓得唔好，仲可能影響深層睡眠。長期缺乏深層睡眠，後果可以好嚴重。首先有機會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，例如高血壓、心臟病同埋中風。更加會令到免疫力失調，增加患病嘅風險。而情緒方面，容易誘發焦慮、抑鬱，記憶力同專注力都會變差，仲會導致體重增加同代謝出現問題。飲食當然有幫助，避免咖啡因同酒精係基本，更重要係攝取關鍵營養素，好似攝取深綠色蔬菜同埋堅果嘅鎂、乳製品同埋三文魚嘅5-HTP、西番蓮同納豆嘅 GABA。都有助提升深層睡眠。好多人一失眠就食褪黑色素，但要留意人造褪黑色素反覆使用係有機會效力會減弱，亦容易造成依賴。建議從天然食物入手。香港人生活忙碌，單靠飲食好難攝取足夠，選擇優質助眠保健品都係好方法。選購助眠保健品一定要認住以下3大助眠成分。第一係5-HTP， 佢係由天然植物提取，幫助身體生產天然褪黑色素，延長深層睡眠時間，瞓醒更加精神。第二係西番蓮，天然安神草本，含天然GABA成分，有助於減輕焦慮、失眠同埋提升深層睡眠。第三係被譽為放鬆礦物鎂，幫助緩解焦慮、舒緩肌肉繃緊，幫助身體進入睡眠狀態。記住要揀複方保健品啊，比單一成分更全面有效。想夜晚瞓得好，全面提升睡眠質素，我推薦 Healthery 深度睡眠配方5-HTP 加鎂，佢結合3大深睡成分5-HTP、西番蓮同埋鎂，幫助身體製造天然褪黑色素，放鬆緊張肌肉，有效促進深層睡眠，特別適合難以入睡、多夢易醒、起身冇精神嘅朋友。最重要係冇藥性、冇依賴、冇添加，獲得3大國際權威認證，仲係新西蘭銷量 No.1 品牌，安心又可靠。調查顯示近90%用家實證5天內有效提升深層睡眠。記住，深層睡眠先係健康關鍵。今日開始用正確方法改善睡眠質素啦。